的胆子！怎么了？上来！没事吧？小凡，救世界，不要管我！麻烦你帮我把师姐送出去。你要做什么？我要回去救金玉。就凭你，你想让他做的都白费吗？你先带他出去，我回去救人。哎，你们休想离开！你是谁啊？碧瑶，你爹让我带你回去。幽姨，你先把太太带出去，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。碧瑶，我找了宁老大这么多年，我今天终于有机会报仇了。你不要这么任性，幽姨，你别再说了，我不会听的。碧瑶。星星，不行，这个太难了。
还带算数的，你带算盘了没有？别废话，我相信你可以的，快点。那这样，我要是把它打开了，有没有什么奖励？我给你左边一个耳光，怎么样？不是，你总得给我一点奖励，这样我才有动力，我才能打得开啊。你是开玩笑还是认真的？哎呀，那我无能为力了，你自己来试试吧。想你们想办法。我答应你，快点。你答应了？嘿，别招了人。快，小声点，嘘，小声点，哎，快点，动作快点，嘘，走，快走，你们先走。师妹，灵儿师妹。齐师兄，你来救我了。走。叔叔，你带他们先走，我在这里殿后。好。走，快点，快！小心！快走！小心啊！走，快！
你送上门来，我就用你的血先祭血坤。还给我！